大家好，你想唔想在網上搜尋職位空缺並申請工作？或你想了解哪個職業薪水最高？咁就要觀看今日的節目啦。現在，讓我們看看如何在 Indeed 和 Glassdoor 上申請工作。前往 Indeed.com 網站 ，Job 打 Accounting Manager，Location 打 Remote， 按 Search。或鼠右鍵打開 Open in New Tab 你感興趣的工作。按 Apply Now。上傳簡歷。回答公司特定問題，幾多年經驗？我打5年。最高嘅學歷？我就入大學畢業。識唔識講 Spanish？ 有冇美國身份？查看輸入，冇問題，按 Submit。現在轉到 Glassdoor 發佈好多可直接在公司網站申請的空缺。與 Indeed 相似，如果個職位旁邊寫住 Apply on Employer Site， 咁就更加簡單啦。呢就好簡單，你只需將簡歷上傳到公司網站即可。你仲可以喺 Glassdoor 上揾到薪資信息。職位打 Accountant， 然後打三藩市，大概係8萬到11萬。但如果想睇多啲，你就要先在 Glassdoor 輸入你當前嘅人工。我唔想 register， 咁我就直接 search 公司名、職位、salary， 咁樣就完全唔需要登記。